开始，咱是支持航空城。政府甲咱讲，咱互咱的物件，佮以后土地。 理事长林文志先生、江玉福先生以及游委员，以及在广场前面的各位民众，你们今天的集会游行未经合法申请核准，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的规定。我是桃园分局分局长林信雄，现在时间是中华民国109年11月22日10时35分。 我第一次举牌警告，请你们立刻离开，请你们尽速离开。好来。 好。拿高先不要射了啊！我跟我1、2、3射的时候，我不让你射了。先把拳击拿起来，举高往上，往上啊！好，我们往天空射啊！射出我们大人的对，是胜利的鼓掌。好，大家准备好，好，往前面射！来，1、2、3，射！来。